各位聽眾你好，歡迎嚟到暗夜檔案室。去胡志明市自由行，唔少都係鍾意入住第一區嘅附近。嗰度帶有法式復古嘅風情酒店，木地板、樓底高，仲有嗰種拉開鐵閘嘅復古 lift，非常有特色。但你又知唔知喺某啲建築幾十年前嘅有歷史嘅法式老建築裏面，深夜嘅電梯自己會喐㗎，千祈唔好隨便搭啊！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暗夜檔案係喺幾年前一位男士叫阿康同朋友去胡志明市玩嘅親身經歷。嗰次佢哋入住一間位於市中心、外觀非常有法式建築風格嘅舊酒店。check in 嘅時候，前台職員將佢哋安排喺4樓嘅房間。房間酒店最特別嘅地方係喺大堂中央有一部建於幾十年前、外圍係黑色雕花嘅鐵閘，內部係全木造老式嘅復古 lift。阿康當時接過房卡，覺得呢部 lift 非常復古質感，並冇諗太多，搭 lift 上咗4樓就入房啦。去到凌晨嘅時候，房出邊嘅走廊好靜，半夢半醒之間，阿康突然聽到走廊盡頭嘅電梯井入邊傳嚟一陣非常沉悶嘅鋼索拉動聲。嗰種復古電梯嘅聲音，阿康擘大眼，感覺到有啲奇怪。3更半夜，點解嗰啲聲音好似特別響咁？跟住佢聽到嗰部 lift 喺4樓停咗，叮一聲。之後仲聽到拉鐵閘嘅聲，嗰部 lift 係要拉鐵閘㗎。隔咗一陣，阿康仲聽到有人喺 lift 度行出嚟，嗰種聲音係着住皮鞋嘅腳步聲，嗰種聲由遠至近，最後停咗喺阿康嘅房門口。阿康閉住氣望住房門，啲腳步聲停咗之後，突然間阿康聽到有人敲門。當時阿康以為係同行嘅朋友有急事，即刻就起身走去開門，但係點知透過門口嘅貓眼望出去，出邊根本都冇人。阿康開門睇，走廊冇人，再望下部 lift，部 lift 係開住咗嘅，透咗少少黃色嘅光。就喺阿康覺得自己聽錯嘅時候，準備轉身返房上床，自己閂鐵閘，嗰啲鋼索聲又重新開始運轉，嗰啲聲一路向下沉，越嚟越細聲。咁阿康就返房啦。阿康差唔多行到去房門口嘅時候，擰轉頭再望下部 lift，部 lift 嘅顯示本身係針嚟嘅，係嗰啲指示針舊式嘅電梯。咁佢就望到4、3、2、1，到最後竟然落咗 G 樓，直指 B2 嗰個樓層。阿康好記得 check in 嘅時候，lobby 嘅職員同佢講咗，呢度嘅停車場喺 B1，呢一棟建築物根本就冇地下嘅2樓 B2。
阿康當時背脊都涼一涼，成個人嚇到，佢9秒9咁即刻跑返去間房度鎖門，直到天光。天一光，阿康就向前台職員講關於 B2同半夜電梯嘅時候，職員一聽到 B2呢2個字，就叫阿康你唔好問啦，因為 B2呢一層根本就已經喺幾十年前用水泥封咗啦，唔會再有人可以落到 B2㗎。阿康再次回頭望一望嗰部 lift，支針仍然停喺地下嗰層。原來連 B2呢個數字都冇㗎，咁我琴晚睇到嘅嘢點解會有 B2嘅？各位聽眾，下次你去越南玩嘅時候，如果住一啲法式嘅酒店，仲要有部咁古老嘅 lift， 夜晚你聽到就算 lift 有啲咩聲音，千祈都唔好行出去睇啦。今日嘅暗夜檔案就嚟到呢度。如果你鍾意呢一集，記得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哋下一集暗夜檔案再見。